算呀。你有欠啥物件无？我也可想说买转来互你。唔免啦，多谢你。是安怎？放你家己人伫厝的，我实在无啥会放心的啦。我惊阿姨啊，无代无志搁找你的麻烦。你放心啦，我会听伊的话，顺伊的意，袂去惹伊生气。你紧去啦，要袂赴安尼。啊。姐啊，姐你啊，食豆米啊，好，等下再来提啊。好。你又搁咧卖米啊是无？阿爸，你唔惊我脚卖唔着去？袂啦，玉辉已经有甲我教过啊，我拢会晓啊，袂阁卖唔着啊。拢会晓啊！做生意唔是遐简单呢啊！玉辉啊，伊是教册会晓尔，做生意是唔捌半项呢。莫叮当，莫叮当，全咧小坑下着。啊，来这，要茶米啊！啊，一包甲你牛啊！哎呀，白，好，来，哎。哎呀，把这，哎，啥秘书？好，多谢。哎，对，感谢哈，多谢你哦啊！啊，应该再来接啦哦，啊，那顺行。你知影我即马咧教你听话？我知，阿爸你送人客一。头家娘，迄两……哎哟，啊掂去顾啦，啊久久闭闭是创啥货啦？哎哟，吼，笨骹笨手呢，叫到偌济他门吼，唔甘愿是无？看伊两个徛做伙吼，那个新妇也共款啦，看着就气惨。即马搁加一个手来，哼，逐工甲气就饱啦。我想讲，拢是厝内边的工课，我嘛应该倒做啊。免你加无啦，这厝内面啊，愈来愈无规矩啊啦。你三个拢甲徛做伙。以早，个人做个人的工课，拢无代志。啊，
自从你来了，规个厝内面都乱糟糟啦。我是对做生意有兴趣，想要学啦。想要学做生意，你想要买一天？我定阁甲你的工课规定一下，金款啊，你赶快负责点来。啊，若厝内面大细项代志，就让你去做，安尼你公平。有啦。有就好啦。阿姨啊，我咧，你着听秋兰的吩咐，伊叫你做啥物事，你着做啥物事。我无爱，是安怎要听伊的吩咐？伊是你的阿嫂，是比你较大辈呢，你无爱啥物事啊？哦，我看你毋是不服秋兰啊，你是不服我。无啦，仓库已经足久无去拼啥，你行啊需要去拼拼咧。是。头家娘，多谢你替我出这口气，爱两罐。啊，是，我无讲啥啦。阿哥啊，麻烦你哦，帮忙我将这椅仔甲桌仔搬出去清清的，好无？啊，你忝啊？那安尼你先去休困啊，我来清就好啊。是你叫我去困的哦。我也无得适应啊，是安怎？大家拢要甲我当做玩笑啦。这是啥？酒的。卡叔阿爸若是看到，一定足欢喜的。这根本算题啦！即马吼，伊若无听你的话，你最该笑啦！你是看不来啊？灿呢？你转来啊？啊是啥物代志？你烦恼啥个啦？外面咧风声讲你要起价啊，啊，倒定定嘛咧风声，啊无一解正经的啦。这边无共款啊。我想我是来台南大盘遐哦探听看卖咧，啊，顺带利用这个机会啊，咱厝的遐米酒甲处理掉。啊，你毋是讲遐米酒要放互起价？即摆歌厅你掠头家酒掠我严的，酒放在厝的吼，真无妥当。我来看卖者。哦，整理甲遮清气。啊，这啥毋整理的？收烂了。啊，毋是恁这宝贝仔新妇，啊，无是啥物人较有才调啊？哎，啊，你敢无甲因讲这手干啊，毋通甲我叮当？我哪会无啦？我哪会知伊遐加无着？哎哟，啊，
酒干那拢爱揢了害清气，啊，你嫌什么货啦？减2罐啊。减2罐哦。啊，你敢会算唔对，还是记唔对？你哪会咧拢我？秋兰啊，爸爸，我到小区来减2罐啊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牵你路。他的母亲白伊个。秋兰啊，爸爸，我到小区来减2罐啊。我唔知影啊，我敢若甲七口清气。秋兰啊，你是足好打的呢。我叫你含阿水啊，请你这仓库，敢有叫你办遐米酒是毋？无啊，毋过毋过安怎？你若无体，也无是啥人，敢有啥物人入来遮？我无摕哦。进仓库的时阵，阿嫂家己一个人伫遮，伊的嫌疑上大啦。阿水啊，你意思较掂的啦。那你若说吼捌字啦，袂做这代志。捌字就袂做贼遐。我袂做贼啦。啊，敢会是金冠啊？以前伊要偷摕你倒转去厝，这摆啊，一定阁是伊。房间甲瞧看嘛，呀。行。嘿，金冠啊，房间找无，那呢？我来甲问看卖。免啦，伊无遐好打。我无想。秋兰啊，你上好打啦，啊，恁阿爸你嫌伊哦。我若有嫌疑，你用去敲我的房间。唔免啦，唔免啦，我相信你啦。啊，是讲为着要证明互恁阿爸看，啊无瞧看嘛好啦。阿水啊，去恁阿嫂房间看卖咧。好。吹掉，差点名吹卡啦！哇，这还是你？阿爸，你是我吗？我嘛唔知这酒哪会伫遮。吼，你这插无，无使我才会相信你。我搁替你讲话呢。不是我啦，阿母。呀，对我出来外口。阿水啊，家门先给我行来。好，阿母，这是我，放起来。是我啊。哪会安尼？你真好打，真好打！啊，你厝内面酒，你也敢摕，也敢摕哈？无假事哦你！你来看嘛，我这新妇啦，开汉子骗金哦，你搁带一个会做贼的新妇来。我无做贼，我无做贼啦！你无做贼，你搁敢应嘴应舌，你来甲我讲一声后敢唔敢，我就帮你煞。你敢跪来你啊？你跪来啦！我还讲，你敢跪要我看，我就帮你煞。你白白步，硬要甲我捏哦，我无会跪，我清清白白，我光明正大，我无做贼，我唔要跪互别人看。好啊，你这嘴，你这支嘴有够大就对啦！啊！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，阿娘喂，阿娘，阿娘哎呦喂，恁大家看啦，新妇甲大家吼，杀安尼破报道啦，啊好唔错啦，带这个做菜新妇啦，哎呦我想到歹命啦，哎呦喂啊！好啊，搁搬落袂看一啦，拢搞入去，莫让我啥事情。进去，跪着。哦，你哪怕叫你跪，你就跪。原来你无甲我藏在眼内。好啦，新妇较听你的啦，你讲就听啦，我话袂行啦。既然伊看我无目地，要甲你家己教，我无才调。阿爸，我无偷摕你的酒。我也毋是在罚你偷摕手的代志，我是在罚你讲做人的新妇，免会使伫咧众人的面头前甲大家咧作对。啊，不管
以后我跪伫门骹口，互人看，实条工要甲我侮辱，私底下伊要安怎对待我拢无要紧。也毋过，以后我伫咧众人的面头前承认我做贼，我清清白白，我不服。咱的梦，咱的缘，为何无结论？千里下的母亲地，伊个，你就要了解你做人新妇的身份是啥款，爱小忍耐一下。若要不服要大声，等甲你做大家的时阵才拍算。我安尼讲啊，恁少年人可能听袂落去。我问你，恁是一直想要学做生意？假使讲有一天来一个人客，伊的个性若甲恁来伊完全共款，你爱安怎应付伊，才会当趁到伊的钱？我拜托你用头壳啊，好好啊想一下啊，小可牺牲一下，替这个家庭趁一个和和乐乐的气氛互我，莫让这个家庭亲像安尼吵吵闹闹，好无？起来了。秋兰，你若跪在遮，拢是我毋好，透早你要出门的时阵，还阁伫替我烦恼，结果还是互你失望啊！你无毋对啦，这明明就是阮阿姨的设计要陷害你的啦。这个公道，我一定替你讨。一清